小姐，请坐。你好，我美都长高兴，我係來辦理有關嘅手續。請節哀，我是讓亞美嘅戶口名簿老西蒙證明書。好，要帶你自家講亞美嘅身份證認了麼？通盤第兩位，不呢？我申請幾多份？出戶戶10天本。2份。2份啦麼？建議你多申請幾份，撒下來會入動到廠時都會用到哦。該，我申請6份。好，請等一下。請問你哋麼？再過來，我愛是去國稅局麼？亞美入了按到乜嘅財產係麼？我未入了日地提，我在險愛愛去辦理分割技術。好，我建議你愛先到地政事務所去搶第10天本，再個到國稅局申報遺產稅，3年愛到稅檢去進處，門口有冇繳嘅地價稅、勞豐福稅麼？最尾再個到地政事務所辦理分割技術登記。按複雜喎，聽起來真複雜，不過係資料冊冊，找人詳細辦理，其實1禮拜內就做得辦理好些。我知咧。 6份天本總共係90元元，2片係出戶戶10天本，總共6份，請你點一下。冇唔錯。安樣就辦理好咧。好，什麼呢？